來看 AI 愈來愈發展，真濟代誌問 AI 真緊就會有答案。不過，教因是指出，若是甲思考甲創作攏交代互 AI， 對這大腦的發育是較無好。所以講，教育部就推出數位教學指引3.0，13歲以下是無建議直接用開放式的 AI，13歲至18歲就要有老師甲家長來監督，避免去學到無適合的內容。甲問題提去問 AI， 就當得到答案，對也是唔對。有當時連大人攏真歹判斷，囡仔敢有法度。教育部有針對人工智慧推出中小學數位教學指引3.0，國教院指出 AI 會當佇學習過程扮演重要的角色，不過愛避免學習掛包的問題。建議13歲以下的囡仔愛避免直接使用開放式的 AI 工具，若13歲至18歲需要有老師、家長監督使用。我們在課堂上指派作業的時候，會希望就是小組之內，有的人可能是在用 AI 的部分，然後有的人可能就是用搜尋引擎廣搜其他不同的資訊，這樣才不會沒有讓學生訓練到組織這些資訊的一個邏輯的能力。什麼是學習掛包？國教院指出，就是咧講習慣甲思考的過程，攏交互 AI 進行，尤其是佇國小階段的細漢囡仔，有豐富的想象力。若是完全攏交互 AI 去思考，安尼對大腦的發育顛倒較無好。你邊你講，你頭講這個數學是安怎寫，你直接互我答案，結果伊互你答案，毋過你攏毋知影為什麼是安尼，但這工課包互伊，家己無學習，足危險的代誌。國教院表示，若是13歲以下的囡仔要用 AI 來學習，建議用教育部專工替囡仔設計 AI 平台，親像是英才網或者是 Google English， 這兩個平台攏會當透過引導的方式，互囡仔思考，袂直接提供答案，互學習的效果更較加倍。記者陳亞選社桂林台北報道。